全國就得呢部，我點比價好呢？照計991.2追高功率嚟玩嘅朋友呢，就追硬頂多過追開篷嘅。不過新車兩隻車差15萬，我呢價比硬頂嘅貴3幾萬蚊，有冇得諗呢？一手車啊老友，好多原漆添啊！16年上牌到而家。差唔多9萬公里，要挑瑕疵呢，全車都係啲漆面，基本上都有俾各種唔同形狀款式嘅石仔打花嘅痕跡。不過我哋選擇咗點漆，因為最近真係揾緊車嘅朋友就明白，你要揾架原漆比例多、顏色配置靚，仲要一手車嘅高功，有幾咁難？呢架仲要有前橋提升嘅30400蚊，其實就等於佢前面兩條避震嘅底座設計成一個液壓千斤頂，咁啊你撳粒掣呢，咁液壓油就泵上去，咁啊升高個底座，所以到咗呢啲米數呢，佢會壞嘅老友。但係好消息係85000公里嘅時候喺 4S 店換過新㗎啦，已經全程 4S 記錄。你喺市面上可以好輕易揾到差唔多年份米數好少嘅911。嗱，你一問公里數，人哋第一句就覆你唔包實標先。講真啦，波子嘅耐用程度，你睇下真實使用落嚟9萬公里嘅成績。嗱，如果我揞住呢度呢，將佢調成4萬，你應該睇唔出啩。所以呢啲舊嘅911。唔係冇啊，係我哋少做，你好難揾到部靚㗎。呢架我要賣57萬8，上網衝浪一下呢，你就發現同樣地硬頂高功，我唔睇顏色配置先啦，差唔多呢個米數，咁啊人哋就賣緊53、4萬，我部咁嘅成色賣呢啲價，我應該冇收貴到係嘛？